立委的选战继续来看台北市第5选区中正万华区，会使讲是哪力北三卡都。这个国民党是钟小平，民进党是吴派益，阁有一位是民众党支持的无党籍的候选人吴美人。来看这个钟小平是挂出着弃保的看板，话讲弃有保障，弃这个吴美人来保钟小平。这个吴美人是开记者会来反击，讲钟小平的行为真低落、真恶质，会到台北地检署按铃申告。人吴派伊讲，伊无爱拍收魂牌，嘛无爱拍逼真牌，要用政绩来得到选民的支持。文山顶悬大写弃有保障，中正万华区无党籍的立委候选人吴美人徛伫对手钟小平宣传的扛棒下骹，表示反对。最恶劣的、最低阶的选举招数呢，你其实是会被选民唾弃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被你同党的这个议员同志所抛弃的人，你已经是被弃的人了，你还要来弃谁保谁？他抛不抛我也不在意啦，我只在意不要让民进党再赢了。他现在蓝白也合了嘛，那邓家基主委。近半主委也代表柯 P 来支持我，所以在呼吁这个蓝白是一定要合作才能打败吴沛忆。钟小平发出弃保策略，是避免互吴派益挂掉阿背。透早扫街拜票，又搁再回击吴美人。柯文哲帮虞美人站台嘛，那后来他又去支持。发个539支持侯友宜，又9月的时候又支持赖清德文宣了，我觉得很忘恩负义在政治上了。他是最没有资格讲背叛的，因为他最懂得如何背叛的人。我从参选的第一天呢，我就说了，我是一个无党籍的独立参选人，我不被任何政党绑架。两个人互相相抢，政会赶快看到民进党候选人吴派益的现象。钟小平议员在当市议员的时候，他不开会不咨询，地方没有服务，所以选举到了他只能操作政治算计，只能操作弃保牌。我这次主打的就是，即便对手互相的在叫骂，互相操作弃保，但是吴沛忆我不打仇恨牌，我不打悲情牌，我主打的是政绩牌。中正万华区三卡都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政会嘛小加真激烈。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